总统话强调5月才去拜访苏瓦蒂尼，今嘛因总理所讲要甲中国建交，真侪友台议员是大力批评。泰国王室大公主10月过往，因为要推动照顾弱势、真受百姓欢迎，北方合作是继承王位人选。世界杯脚球比赛，墨西哥拍赢南非，其中一个墨西哥的球迷92岁坐轮椅，嘛欢喜甲球迷做伙庆祝。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今日节目头起先，咱想要来看总统赖清德伫咧5月初的时阵，才成功去伫咧非洲咱唯一的邦交国苏瓦蒂尼拜访。不过，即马说是传出苏瓦蒂尼的总理讲要甲中国建交。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苏瓦蒂尼有请一个美国经济专家萨克斯，伊建议要赶紧甲中国建交，才会有经济利益。总理因为安尼要来改变外交的政策。不过，这个想法是随后一寡友台议员大声批评，表达反对。其实，从2016年以来，为着经济利益，选择甲咱台湾断交，挖头就随去甲中国建交的例都捌发生。亲像洪都拉斯，2023年宣布甲中国建交，所得来虾仔外销来咱台湾的量就减少，嘛严重损伤因相关出口的产业，高达因要欠台湾133亿的债务。过来看太平洋的岛国罗岛。因自院的时阵是各一届甲咱台湾断交，较早咱台湾长期提供医疗援助，断交了后，相关的合作大大缩减，当地医疗嘛受到真大的冲击。为着经济利益，甲咱断交，拔头转向中国，这是好的选择，但是双头无一样的，正人用静静看。总统赖清德5月初才突破封锁，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中央行政院国王尔史瓦蒂3世总理戴罗素陪同。也过传出戴罗素4月时捌邀请美国学者萨克斯参与内阁研讨会，也让萨克斯建议史瓦蒂尼基于经济利益，应该改甲中国建交，因为即阵中国对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只有四国被排除在外，也过这引发四国议员的质疑。I'd like to Prime Minister to take this as part of his responses. It bothered me, Honourable Speaker, personally because I've known the country to have maintain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戴罗斯必须伫最近来正式回应国会，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讲，个别学者意见未影响到台湾甲四国邦谊，更加讲戴罗斯甲四国国王向来拢有访台行程。台史的邦交也非常的稳固，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们也邀请了史国的总理会来参加台湾最近一个大型的论坛，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因为外交部指出，这时阵报道戴罗斯有意甲中国建交的 Swaziland News， 总部其实是伫南非，而且接受中国资助，有特定政治立场，呼吁民众唔通相信也是转传。相关位伫非洲的索马利兰，虽然伫1991年宣布脱离索马利亚独立，不过依然无得到国际主流承认。不过，大数2020年起建立官方关系，驻台代表处更加伫外交部协助下搬入多数邦交国大使馆所在地使馆地区。林佳龙讲，大数是准邦交关系，又所国予咱支持相当的外交特权，咱同也对顶上态。Our respective missions perform and function with the vigour of two states with the strongest diplomatic ties. 另外，2023年甲咱国断交的洪都拉斯，到即阵依然欠台湾133亿4千万的债务。外交部处长志中证实，相关款项准将要甲讨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下党派友台团体日华议员困谈会，这是日本国会上大的议员联盟。今嘛因宣布改名，改做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奥圭司讲，其实因一直想要找时间改名，伫咧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了后，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是变甲更较大吧，所以今嘛改名是上好的时机。日本台湾友好議連盟ということで。日本国会议员大家齐做伙，伫日普瓦省市中跨党派友台议员联盟立法会会長古烏圭司親自宣布正式改名。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名称もいつ変えようかというタイミングで見計らっていましたが、高市政権になって今がチャンスだと。高市総理は総理になる前から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幹部でもありますし、当時の蔡英文総統とリモートで会談をしてますので。
立法议员昆淡辉是代理长到了后53年前由自民党议员组成，后来经过跨党派改组，规模慢慢扩大，包含现任国防长官、牧原人、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拢捌做过重要干部。安倍元総理がですね、対案パイナップルを片手笑顔で開けて、そしてそれをまさに X で世界に発信をし。除了往来出口，日本送台湾新冠疫苗，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派遣国庆访团，也有加入日本台湾人的户籍国籍栏，由中国改制台湾等等。伫无邦交情况下，经由国会层级推动台日关系。总统赖清德调放录影来表达感谢。日华梗成立53年来，一直是促进台日友好、强而有力的发电机，不断推动台日关系稳健前进。总统府发言人耿雅慧昨日大赛李玉阳也重大来致辞。身为会长的古乌龟司，虽然今年3月北韩中国制裁，不过伊无咧要紧，也搁再讲出态度立场。もう政府は10年近く前に名称を変えてるわけですよ。また台湾側も後を関係協会って言っていたのを台湾日本交流協会に変えたんですから、我々も当然それに合わせてですね、日華議懇談会から日本台湾友好議員連盟に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はごく自然な流れであるし、丁寧に対応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另外，会中也通过推动台日双方假信息防治工作，也有修正日本教科书内底对台湾的讲法等等。看这现场对执政党到在野党议员无分色彩亲身出席。进入台议联成员达到321人，是有史以来上多，等于是近半数国会议员拢有加入，成做日本支持台湾上强的一股力量。公司国际记者施旭浩日本东京报道。继续咱话来看，美国甲伊朗紧张的局势是双向出现变化。川普官邸是放调讲要对伊朗发动更较大的攻击，甚至是占领伊朗原油出口重要的所在下吉岛，所向解喙讲要取消攻击的行动，而且佫讲真紧就会达成和平的协议。不过伊朗这边要是真谨慎，也未做出上尾的决定。为去带到握手讲和，美国伊朗的局势伫咧一天内出现戏剧性的大转变。美国总统川普官邸伫咧社群媒体讲，要对伊朗实施更加强大轰炸，甚至搁要甲负责伊朗9成原油出口的哈格岛夺走。短短几点钟了后，伊煞向宣布要甲攻击行动取消，表示双方的交战已经伫咧和平协议达成共识，全球平安的神经嘛暂时得到透放。That with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停火消息出来了后，金融市场马上反应，那国际原油的价格落断去。美国华尔街股市嘛，因为地缘政治风险降低，全面起起嚟。联合国秘书长随透过发言人表达关注，呼吁双方要把握对话机会。希望美国对协议充满信心。佮讲，伊朗已经同意无必发展核武，不过对越南政府也未证实。حتما به صورت شفاف این رو اعلام خواهیم کرد. تا الان که من خدمتتون صحبت میکنم ما در این مورد به جمع‌بندی نهایی نرسیدیم. موضوع بسیار مهمی است توسط نهادهای ذی‌ربط تصمیم گیرنده در حال بررسی است.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伫咧谈判的过程当中一直改变立场，甚至搁要增加无合理的要求，强调伊朗绝对袂接受无合法的条件。这场烧3个月，互全球的能源市场升腾的战火，虽望川普临时打动啊，暂时出现和平的日火。啊，毋过双方到底敢会当伫咧礼拜签停火协议，就要看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谈判底线。公司新闻陈伟进编译。继续咱话来看泰国。泰国国王伊大汉的查某囝，也就是47岁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伫咧11过往。这位公主毋但有法律，也有外交专业的背景，嘛因为伊积极推动照顾弱势，是真受人民的欢迎，而且嘛被互看作是继承王位真好的人选。伊伫2022年破病，住院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想袂到也是听到伊病逝的消息，真侪当地民众拢去病院外口甲送。伫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病院外口，一大堆民众是自发前来致意，有人摕公主的像，有人是双手合十在祈祷，用这个陪伴泰国民众真侪当的王室成员做最后的告别。คือเราทราบว่า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ป่วยแต่เราคิดว่ามันน่าจะมีปาฏิหาริย์เพราะเมื่อคืนเราถึงมาทราบแถลงการณ์ตอน7:45ก็คือจุดพบสุดพอทราบข่าว
พระองค์การสิ้นพระชนม์นะคะตอนเช้าก็มีความรู้ 拍叉拉之底下拍是太阳含第一任的某生的高查某囝，民众党叫伊拍公主。伊伫2002年12月因为心脏的问题破病了后，就长期住院，一直拢无恢复意识。今年5月，王小北讲伊必须要靠医疗设备来维持肺部含油脂的功能，健康持续恶化，落尾因为北内感染真严重，不幸过身。根据王小的安排，公主的棺材会移灵到万国大风宫，予民众瞻仰，而且以做个规格王小的礼仪来举行国葬。泰国真侪间电视台、各网络的媒体，拢甲画面改作乌白色来表达因的哀悼。和一般王室的成员无同，帕查拉之底下拍，伊有真实在的法律含外交背景。伊摕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捌做过检察官，嘛捌出任泰国驻奥地利的大使，而且伫联合国的体系担任真侪项的职务。长期投入女性权益和家国改革的议题，伊创立极力计划，关注女性的受刑人和家国内面囡仔的权益，而且促成联合国通过万国规则，替女性的犯人的待遇建立国际标准，伫泰国社会是有真悬的知名度和声望。因为和泰王的关系真密切，公主在生的时阵，嘛捌互看作是王室核心成员之一。伫破病前一冬，伊得到任命担任王室护卫司令部高阶职务，展现国王对伊的高度信任。目前泰王拢总有7个囝儿，但还未正式指定王位的继承人。即马帕查拉之底下拍公主过身，外界嘛各一摆关注泰国王室未来接班的布局。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换一个心情，咱做伙来看2026年世界杯脚球比赛已经正式起鼓，为6月11至7月19盛大举行。今年是由墨西哥、美国甲加拿大共同主办，会举行104场的比赛，拢总有48个队伍来参加。今仔日是头一场的比赛，伫咧墨西哥由地主队墨西哥对阵南非。不过，这头一场的比赛尔，双方计共都有3个球员违规红破红牌出场，这是真罕见，嘛创下开幕战历史的纪录。落尾手墨西哥是以2-0拍赢南非，这嘛是因对手头一届伫咧头一战就拍赢。然后另外一场是韩国对阵捷克，双方战到下半场第59分钟的时阵，捷克摕到全场的头1分。落尾手韩国甲分数阁约倒转来，结果是2-1拍赢捷克。这是韩国66年头一战就摕到胜利。这两支赢球的球队，因的球迷心情是真欢喜，嘛大声庆祝甲欢呼。明仔也就是6月13，伫咧加拿大甲美国拢有开幕的比赛，时到8面是闹热滚滚。世界杯脚球比赛头一场，墨西哥拍赢南非，摕到头一个胜利。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墨西哥的球迷大概是欢喜甲。其中有一个92岁的阿嬷，伊坐轮椅，嘛甲球迷做伙庆祝，做伙拍扑啊。不过，这球场内底的比赛，外口却受未少民间团体来抗议，包括失踪者的家属、甲工会等等，因大声喊出因的诉求，甚至爆发警民的冲突。一直注意这大电视的球迷看到赢球，大家拢真欢喜，在场各队随甲走起来咯。2026年 FIFA 世足赛开始，在日透早顶开头一场比赛，由地主国墨西哥队对战南非队。伫墨西哥队踢入第2球了后，球迷欢喜甲像伫咧过节日同款。Es una sensación, nunca había cantado el himno nacional como lo canté el día de hoy. Se siente, lo llevo en la piel, ve, se lleva en la piel. Todos los mundiales somos locales y hoy es nuestro mundial. 墨西哥城西北部社区有一个已经92岁阿嬷，是当地上济岁脚球迷。尽管已经袂行，开幕赛要求查某孙带伊到球卡来看这比赛转播，为国家队来加油。一直看到比赛胜利，伊真欢喜，对人一直欢，一直拍扑啊。Ya tenía mucho de no ir a unos partidos de fútbol y usted cree que me iba a perder el mundial, pues no. Es así, de ese grado de fútbol. Ya lo traemos en la sangre, más los mexicanos。相反出现这庆祝情形的有南韩，南韩伫瓜达拉哈拉举行的 A 组比赛内底，以2-1全胜利拍败捷克。入球的迄当时，互未少球迷欢喜甲拢跳起来。不过球场内底踢球，球外却是聚集真侪抗议的人。阿兹特克球场外口早起有未少民间团体，有极端的抗议者，一直伫弄现场所架设护栏，背后也爆发真严重的警民冲突。
这抗议民众受失踪者家属告诉工会这团体组成，因也失踪亲人的相片，要求教育政策改革，暴力犯罪处理这问题。要警察动用催泪假术，也出动骑马警察来赶这抗议民众，才有几万名的球迷入去体育场。公视新闻，陈世东编译。这几年，韩国医疗美容是真死行，因靠因的技术甲介绍的优势，发展出外国旅客去韩国观光、迅速做医美的这个现象。去年，这种去医疗观光的人数都差不多有200万人。不过，这背后嘛产生一寡问题，亲像医疗纠纷，伫咧4年内就直头增加要10倍，也佮有地下中人违法介绍人去韩国做医美、赚乌心钱的，嘛愈来愈多。美国来顾客伫首尔甘南区的医美中心接受镭射拉提疗程，像伊这种为着医美疗程来到韩国的游客是愈来愈多。顾客表示，韩国美容介绍比美国俗2倍到3倍。新的医美趋势嘛，为传统的整形手术转向非侵入性的疗程，短短几工内就当互家己有上流行的 K-Glow 韩式发光机。I started from K-pop, the music, then I started going to dramas, then variety shows, then the culture and the food, and then to beauty treatments. 韩国操作 K-pop 流行文化产业化的野心，伫医美领域同款展现甲明明。2009年，韩国政府以国家级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全力拼医疗观光，用有竞争性的介绍、先进的医疗技术，甲多国语言翻译服务，打造医美王国。如今已经开花结果。韩国保健福祉部4月的数据显示，2025年有201个国家，大约201万的国际患者去到韩国治疗，人数特别是2004年117万的2倍，其中超过一半是伫皮肤科甲整形科接受医疗服务。 최근에는 인바운드 방한 관광의 컨셉이 한국의 라이프 스타일을 즐기자 그리고 그 안에서도 K-뷰티에 대한 관심이 많고 피부과 시술을 같이 병행하자는 수요가 하나의 뭔가 핵심 콘텐츠처럼 부상하고 있어서 피부과를 중심으로 한 의료관광 수요는 계속해서 증가할 것으로 보고 있습니다. 不离个伫医美旅游风气的背后，冒风烦恼的所在。根据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提供的数据，相关消费争议甲医疗纠纷伫短短4年内直头增加较啉10倍。啊，若非法中人抽成趁暴利的个案嘛，一直拢有。对三线 K-Beauty 的游客来讲，追求俗搁有局的同时，更加应该将医疗安全当作无法度妥协的底线。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继续来边话来看，今年的3月份，芬兰国会带团来拜访咱台湾，也有咱的副总统萧美琴。这是从1990年以来规模上大的一届，这嘛显示芬兰对咱台湾的重视。去年头一届的台湾芬兰文化节，咱是以金属外交做主题。去年是邀请真侪重金属的乐团做伙去甲芬兰表演。那今年咧，今年是扩大音乐的多元性。 有邀请美秀集团，也有百合花等等，真侪真少度的团队去甲遐演出，而且嘛有规划市啊，也有台湾真侪好食物，希望会当深化双方文化外交。 DJ 如尼用电子音乐结合原住民歌谣的表演，现场的观众是听甲耳仔拍拍。这是今年咱台湾要去台湾文化节的表演者之一，这嘛是由咱文化总会伫芬兰主办的活动，发生4月11日要伫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第2届。文化总会表示，芬兰的重金属乐团是真出名，咱去年以金属外交做主题，今年扩大音乐类型，有美秀集团、百合花乐团等等团队的参与。阮是用摇滚。 rock 加咱台湾的一寡元素，啊到做伙了后，就是相信因会有新的一个感觉。用大肠包小肠换黑香肠，那这样就代表我们可以长长久久。文化总会嘛表示，时间毋但有乐团的演出，还有宣传台湾食食的市集，要用音乐甲好料，希望会当用台湾文化做外交。另外，外交部部长嘛宣布，台湾甲芬兰已经正式签航空服务协议，未来台湾有机会会当促成直飞芬兰的航班。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让这个商场的广场1秒变成台湾的夜市，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嘎鸡碟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呈现台芬文化节，好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哈，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哦，所以我也很期待了哈，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
其实今年3月，到芬兰国会访问团来台湾拜访咱的副总统萧美琴，这是自1990年以来规模上大一届，嘛显示因对台湾交流的重视。为着响应2016年欧洲台湾文化年，文总嘛希望透过台湾文化节交流，让国际看到咱台湾。记者吴振勇、谢桂林台北报道。好听的音乐甲好食食、好料理看煞，咱要来看伫咧香港有一间真特别在卖腌菜的100年老店，叫做莲香楼。因为多间的关系，古不离将因都爱来牵线。真侪在地老主顾听到这个消息是感觉真无彩，嘛真唔甘。不过伫咧牵线进前，伊是专工办一场真特别的电子音乐点心 party， 咱做伙来看卖。disco 球一直等 DJ 电子音乐走落去，这唔是夜店，是香港的老牌茶楼莲香楼。少年人哪食烧麦、虾饺，哪跳舞食饭，100年茶楼熊熊就变作是大型嘅 party。最特別嘅有蝦餃燒賣喺度啦，同埋有 DJ 搭調，因為平時嗰啲clubbing 咧通常都係得 DJ 喺度嘅，咁其他都係酒精啊或者cocktail 嗰啲之類啦，所以。加上呢度有一個茶樓嘅氛圍啦，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出現嘅一個地方。這場 party 大概有300個人，為 Z 世代到中年人攏有。有人哪食點心，哪轉卡翕相；有人佫伫咧浪床邊啊，哪食哪跳。最緊要係香港本身就好少呢一啲嘢係同一啲年輕人中意嘅 crossover， 因為外國其實已經好多唔同新嘅嘢興起咗，即係本身 rave 呢件事唔一定係差噶嘛。蓮香樓伫咧1920年創立，以傳統點心的塞車，還有在地香港菜出名的。不過，伊甲其他老店同款，面臨財務困境。疫情的時陣，佫捌停業2擺，接手經營的頭家為着要轉型，想到甲透早傳統的茶樓，暗時變做是舞廳。不過無拄好，所當着都市更新，必須愛搬。這項 party 嘛代表甲99歲中環店講再會。Jazz 咧就都係一個好有活力嘅團隊嚟嘅。咁我哋將嗰個文化傳承，將佢一個飲茶同埋音樂同埋點心咧，將佢咧結合埋咧，就可以等啲年青人咧多啲參與到我哋呢一個文化嘅歷史，等到佢哋咧就係知道哦，原來飲茶唔係一個年長嘅人一定去嘅，年青人都可以嘅。希望中環老店的歲月已經結束，蓮香樓的扛棒嘛已經伫咧新的所在倒起來，而且佮甲公司擴張。變更較大間，業者就承諾未來點心 party 逐個月會伫咧無共嘅分店舉辦，因要用上時間嘅節奏，繼續傳承100多檔嘅香港味。公司新聞林美珠編譯。節目嘅最後，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嘅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祝鄉親平安順心。下禮拜一同這個時間，咱再會。